好，早晨啦，咁啊呢一度就係香港大學啦嚇，咁啊貴為香港首屈一指嘅專上學府啦嚇，咁啊個環境就係事實係咁啦，呢個係其中一棟啊，周奕興樓啊，咁啊今日風和日麗啊嚇，都有啲熱，因為台灣拗緊風啊，咁啊冇計啦，都夏天嘅時候天氣係熱噶啦，咁啊以往都係熱，而家係熱上加熱，咁啊因為今日有嘢做啊，所以嚟咗香港大學，咁啊兜咗圈啦嚇。咁啊見到個環境大致上就係咁啦嚇。咁啊我哋入去8週年嘅紀念大樓啦嚇。咁啊香港大學都好多年歷史㗎啦，80年啦嚇。咁啊110幾啊，我都唔記得咗，冇抄資料啊，唔講，入咗去先。咁啊原來食肆裝緊修，咁啊呢度應該係5樓嚟係咪啊？唔係5樓嘅 LG 喎，唔知 LG 定 LG1啊。咁啊陣間再望望其他地方啦嚇。咁啊原來好多貴賓喺度參觀。咁啊以往咧，其實香港大學咧個個都入得嘅，而家個個都係入得啊，非常之歡迎啊！當然呢度啊又係歷史建築啦，咁有一棟歷史建築啦，起碼有一棟歷史建築。咁啊唔係呢度，嘛喺另外一邊嘅。咁啊嗰度遲下有機會先至再影俾大家睇啦。咁啊兜個圈，係啦。咁啊人都唔算多，係即係有啲裝修咁啊冇法子啊！啊今日有學生會嚟參觀，可能唔知係咪準備啊索下料，準備讀啲心儀嘅學府啊，係啦。咁啊今日應該有啲唔知咪畢業典禮嗰啲諸如此類咧，咁啊變咗有啊好多着 suit 嘅，唔知做 present 啊，定係有啲乜嘢 function 啦嚇。咁啊係啦，咁啊冇辦法，隻手震啊，所以好似搞到王家衛咁樣啊，花樣年華定重慶森林咁嘅款，咁啊盡量唔手震啦嚇。因為都手震對身體唔好啊。咁啊又有故仔講啦啊。咁話説我老友啊有檔嘢送蛋糕送 cupcake 啊，啲人咧話我手震啊，咁你手震啊唔好送咯，手震你點解手震啊嚇？關心你下健康，咁啊留意下啦，真係會唔會中風先兆咧啊？手震啊，即係提一提大家啦嚇，咁啊盡量。